我还阁做少年，阁做少会。我是木沙教会出身的会友。木沙教会有一段时间女外团契做富强教会的地下室。所以迄个时阵，阮头逐礼拜拢伫富强教会咧出入。迄个时阵看见咱的牧师咱的两位牧师，我感觉哪有迄牧师娘咱的谢牧师哪有迄牧师娘遮尔有气质的阮就做伙咧讨论，我讲哪有人会当生做遮尔有气质的呢后来家己去读新学院才知影讲哇，原来要有气质毋是凊彩所以这是我伫富强教会一开始来的时阵的印象。迄个时阵还搁伫地下室。后来毕业读新学院了后，佮较知影讲富强教会有侪事工在推行甲后来我的同学这个正道牧师来富强教会佮后来佮离开富强教会，咱的牧师佮倒转来，所以表示咱真怀念嘛真看重过去这段服侍的时间，所以咱佮甲咱的牧师邀请倒转来伫遮做伙同工，今日真欢喜会当来甲咱富强教会，甲咱做伙伫遮敬拜。我知影真侪人去过哪来教会总是好亲像嘛是，还佫有人未去过啦还未去过下晡会当缀阮倒转来这是哪来教会虽然无富强教会遮大间真庄脚的所在，毋过我感觉哪来教会真古锥，特别伊的礼拜堂，咱的礼拜堂足现代化，足水的。哪来教会的礼拜堂足古典的应该我无翕内底的照片。咱要去哪来一定会经过这个莲花园，所以咱会当看见足水的莲花。咱若入去到哪来，咱要去灵修会馆，咱要去灵修院，咱会行伫山林小路。所以第7首的圣诗好亲像咧描写哪来的一个情景。所以我去到对，我拢真爱互大家吟这首诗。这首诗好亲像咧写哪来，所以若遮尔水的所在，咱一定爱来甲看卖看上帝安怎创造这个所在，安怎束缚这个所在佮有这个所在因环境足好，所以就足侪这土产最近有竹笋在出。所以，阮的同工就一礼拜爱有2届去割竹笋，然后回来了后，所有的人就做伙切竹笋、摘竹笋。阮今仔日有摕这竹笋的料理来。昨要出发昨要整理这出发的物件的时阵，有一个会友就来交代牧师，阮无啥物通奉献，总是阮收成油所以就几台的油安尼送来，阮甲整理了放伫咱楼骹。所以嘛，要邀请咱确定结束的时阵，咱会当去买这油阮这个会友以早逐冬食伊的油，我拢感觉足好食。今年我还未食毋过以早通过以早的记忆，就是伊的油是上好食的邀请咱做伙来参与。今仔日嘛，要甲咱做伙来看圣经，看上帝的话对这个圣经内底，咱领受着智慧，领受着真理，领受着快乐所以今仔日咱看这段圣经，甲伊号一个题目叫做“听甲心业”。咱要对听甲心业来看这段圣经，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伫主日的透早做伙来敬拜你。阮相信伫今仔日，你要互阮灵心，佮得到上帝你的感动。我嘛相信伫今仔日，你要搁一遍来呼召阮。阮搁较相信伫今仔日，你有满满的听。你有满满的稳定甲祝福，要施落伫阮的生命中间。主啊，阮恳求你，互阮安静心伫你面前，互阮用心灵来敬拜你，通互阮伫敬拜中间，搁一遍甲你相拄。恳求你甲阮三个伫地，祈祷奉主耶稣名，阿门。咱台湾真系真少人咧用1块2块啦伫1880年的时阵。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伫2017年的咱的蒲公英杂志顶悬甲写落来。讲57角的一个故事，57角会当用落伫涂骹，无人要捡，敢毋是？57角可能
连看咱嘛无爱甲看，总是57角，却伫这个所在创造出一个大的事业。这个故事是安尼讲，有一个囡仔爱真爱要去礼拜堂上主日学，总是这个礼拜堂较细间，所以真侪囡仔拢客袂入去，包括这个小朋友伊客袂入去。一遍两遍客袂入去，毋过伊嘛逐礼拜去试看卖。有一届伊伫遐客袂入去，真艰苦的时，拄着牧师。那牧师就用这个囡仔甲牵的带伊入去礼拜堂，甲伊抱入去甲礼拜堂。这个囡仔足欢喜，伊总算会当入去甲礼拜堂，入去甲教室内底，伫遐来做礼拜，伫遐来上主日学。所以伊就甲牧师讲：牧师，敢会当甲咱的教会起较大间呢？互所有伫外口袂当入来的囡仔，拢会当入来。牧师听到这个囡仔讲，这个囡仔的心声了后，牧师甲这个囡仔看一看，讲好，咱做伙来努力，咱做伙甲礼拜堂起较大间。总是一天一天时间过，好亲像教会拢无动静。2冬了后，有一天，有人走来找牧师，甲牧师讲：牧师，有一个妈妈伊失落伊所疼的查某囝，伊爱你去甲主持这个个别礼拜。牧师就去到位，才知影原来这个囡仔就是当初时，甲伊讲。咱的礼拜堂伤细间，咱做伙来甲咱的礼拜堂起较大间迄个囡仔。伫牧师做完个别礼拜的时阵，妈妈就将一个布所做的这个皮包破破烂烂的皮包摕互牧师，甲牧师讲：牧师，这是我的查某囝，伫这2冬内底，真努力、真拍拼、真认真，甲欠落来钱。伫我查某囝要离开的时阵，伊交代我讲，爱甲这个钱摕互牧师，甲牧师讲，这要成做建堂的基金。牧师互这个囡仔的这个用心感动着，伊讲哇，这个囡仔毋是凊彩讲，伊是讲了后，这2冬，伊拢在努力这项事。内底只有57角，总是这个囡仔用2冬所欠落来。这个牧师受感动了后，就开始真认真来看这项代志，然后摕这57角到处去讲这个故事，为建堂来募款，所以有人就用200块来买57角。牧师用200块去甲换做搁较济的57角，然后继续搁来讲这个故事。有人用2000块来买这57角，牧师搁用2000块甲变做搁较济的57角，继续来讲这个故事。后来这间教会真啊起起来，这个主日学真啊起起来，唔简单安尼，搁起学校，搁起病院，全部拢是按这57角开始。所以，咱看见这个故事，佮倒转来看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圣经，咱看见所有的神业、所有的祝福，拢毋是按咱有气力来，拢是按咱认真、愿意、奉献来。伫今仔日的圣经的内底，咱看见有一个囡仔，伊愿意奉献伊所有，这个所有其实是足有限。佮足粗俗的，毋过这个囡仔愿意，所以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内底，咱读着讲，这个代志以后，耶稣过去加利利湖的迄边，什么代志？耶稣服侍了。其实耶稣服侍了，伊想讲我爱来休困一下，迄个休困毋是困啦，就是讲我爱退到旷野，重新甲上帝做伙连结一下。过来，伊期待讲，伊甲伊学生带到旷野做门徒的训练，所以耶稣伫服侍了后，伊想要去做这个代志，总是这个其他对伫边仔看寄生业，这个人毋甘愿，耶稣呢就走无去，伊影找，伊影走，伊影对来到伊的身躯边。耶稣看见这群人，这大骨的人对来到这，应该是腹肚枵，嘛应该是喙焦。耶稣毋甘即群人腹肚枵喙焦，所以期待会当互遮侪人食饱。遮侪人是偌侪人？5000人。圣经讲5000人，
互5000人食饱，这敢有可能？真无可能，所以伫这段圣经内底，咱要来看有啥物款的提醒要互咱，有啥物款的恩典，有啥物款的祝福要互咱。第一个，经验、智慧、能力以外，伫咱的经验、咱的能力、咱的智慧以外，茫袂记住有上帝的作为。咱看第6章第50到第70讲，耶稣也捌看见济人就群伊，就对腓力讲：咱要对倒落来买饼，互这人食。然后腓力因耶稣用200个囡仔来买饼，也无够互这人食淡薄，意思讲踢一个喙齿芳嘛无够。用200个囡仔来买，要互这济人食饱，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为什么耶稣要问腓力？腓力这个所在出来，所以耶稣要问伊第二个原因，耶稣要甲伊考试。你既然对伫我的边仔遮久，耶稣嘛要甲考试。所以圣经讲，伊讲这个是要试伊，因为耶稣家己知影要安怎行。其实耶稣有拍算，耶稣有计划，只是讲伊期待伊的学生对伫边仔遮久啊。会当做伙来参与这项代志，毋是耶稣无才调，毋是耶稣毋知影，耶稣知。总是伊期待咱对伫边仔遮久的人，嘛有机会来参与。对参与的中间，得到快乐，得到这上帝的祝福。所以伫这段圣经的内底，咱看见，伫咱的经验、智慧以外，咱茫袂记住，还佫有上帝的作为。互5000人食饱，这是一个大问题。耶稣是要试腓力。所以，甲伊讲，咱要来去倒落买物件互因食，毋是耶稣毋知影，总是咱看见腓力的回答，互咱真艰苦，敢毋是？腓力的回答是一般人的回答，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为什么？用伊的经验来讲，这是无可能；用伊的智慧来想，这是无可能；用伊手中所有的能力来讲，这是无可能。所以，伊就甲耶稣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总是伊煞袂记住，伊是耶稣的学生，伊煞袂记住，因是倚靠上帝，咱是倚靠上帝。所以咱看见，咱拢常常用一般人的智慧经验、开力来评断、来决定这项代志会当做也袂当做，通也毋通，咱煞袂记住，伫咱以外，阁有一个上帝。所以，咱来学习用基督徒、用上帝囝儿的角度来看代志。那安尼，咱才有机会通参与上帝的生涯中间。伫这段圣经内底，咱看去第二个提醒，就是单纯的心甲积极的行动，因带咱成做一个有福气的人，佮成做一个当参与生涯的人。伫第90这个所在讲，有这个所在有一个囡仔，伊有5个大麦饼、2尾鱼。咱看见这个囡仔真单纯，所以单纯的心甲积极的行动非常要紧。敢若有单纯的心无够格，爱阁有积极的行动。咱看见这个囡仔真单纯，伊讲：哎呀，我遮有5个饼、2尾鱼。这个囡仔真单纯，所以伊无在注意别人安怎。伊无想讲别人的眼光安怎看，这鱼仔摕出来，这饼摕出来用笑卖。我摕的毋是足高贵的饼，是大麦饼，足粗俗的饼。我摕的毋是足高贵的鱼，是这个鱼脯。伊无想讲伊摕出来互笑，嘛无想讲这互食袂饱，互看笑的拢无。咱看见这个囡仔真单纯，佮真积极有行动。为什么伊会遮单纯？因为对耶稣有满满的仰望。当咱对一个人会相信、期待、会听，后满出来的话，我相信伊讲啥咱拢听。咱对耶稣有够野的相信，对上帝若有够野的相信，伊甲咱讲的，我相信咱拢顺服。所以咱看见这个囡仔真单纯，佮真积极，所以伊听见耶稣的邀请。伊这个耶稣，互伊羡慕得不得了，互伊意爱甲挡袂牢。这个耶稣好亲像是伊的天，好亲像是伊比伊的爸爸妈妈搁较厉害。
所以当耶稣安尼讲的时阵，伊就积极来回应。然后咱看见结果是啥？伊真做一个有福气的囡仔。在场我相信，阁有足侪囡仔。我相信嘛，足侪囡仔有摕物件。我相信在场阁有较侪的大人，因的包包内底拢有物件，总是因无教育单纯的心，所以毋敢摕出来惊人笑，所以毋敢摕出来，失得参与的机会。所以咱看见一个单纯的心，积极的行动，真做一个有福气通参与伫新业的人。第三项，咱伫这段圣经内底，咱看见一个完全的顺服，互咱真做一个有福气通参与新业的人。咱看见安德烈，伊敢毋知影这5个大麦饼、2尾鱼，无可能饲400-500人，伊的确知。这个囡仔摕来的时阵，伊听好甲讲啊，这无够啦，摕去边啊！啊，这无好啦，摕去边啊！咱看见安德烈无安尼做，伊完全顺服。顺服啥？顺服环境所提供的条件。逐个人的环境拢无共款，伊顺服伫迄个时刻，伊的环境所提供伊的条件。这个囡仔所提供的条件。咱看见伊掠了这个囡仔所有的奉献，虽然伊知影无教育，总是伊顺服。这个环境，这个时刻，我就干那安尼尔，啊，伊就顺服。过来较要紧的，伊将这个物件带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当伊愿意顺服伫环境，尽伊的气力，将所有的提到耶稣的面前，因为耶稣在邀请，所以伊就提到耶稣的面前。咱看见安德烈真做一个有福气通参与圣业的人。如果安德烈也用伊的经验来做判断，用伊的能力来做判断，用伊的智慧来做判断，这是无可能。所以伊就甲暗下，那安尼，伊无机会通参与，毋简单无机会通参与，佮真做圣业的绊脚石，真做福音的绊脚石。所以一般人在看问题、在看困难，是用经验、用知识、用科学、用能力来做判断、分析，有可能无可能，哇，能力有够无够。总是咱拢袂记即咱是上帝的囝儿，上帝的囝儿爱安怎？学习用信仰的眼光来面对困境，爱知影凡事拢伫上帝的手中。是上帝在掌管，毋是咱的智慧，毋是咱的能力，毋是咱的经验在掌管，是上帝在掌管。所以伫困境的中间，如果咱也愿意用信仰的眼光来参与、来看这个困境的时阵，咱就有机会捌上帝搁较阔、搁较悬、搁较深。如果咱逐遍拢用咱的经验来面对困难的话，咱的上帝永远伫圣经内底的上帝，永远是牧师嘴的中间的上帝，永远毋是咱的上帝。当咱愿意的时阵，迄个上帝才会变作是咱的上帝。所以伫5块饼2尾鱼这个故事内底，咱看见信是新约的种子，信是新约的种子。咱看见听是新约的养分。这个听是新约的养分，但简单的信，互这个囡仔愿意奉献出伊所有。顺服的信，互安德烈虽然靠伊的经验、伊的判断、伊的分析，这是无可能，毋过伊顺服，将这个5块饼2尾鱼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咱看见这个新约通过耶稣基督的听，互伊发生。上帝听伊的囝。伊的囝对伊的祈祷，上帝听，所以成就。耶稣基督听即群人行这远北岛枵喙焦，爱甲满足因肉体的需要，所以听才做新约养分。信甲听结连做伙的时阵，咱看见这是新约的关键。信甲听嘛，真做一个真大的转化。转化啥？转化人负面的眼光，转化人观望的态度，甚至诽谤、攻击，讲这
讲这实际的话，转化这个人。即群人的中间，的确有足侪人有负面的眼光啊，笑死人，摕个五块饼2尾米要用啊，臭毛毛啊，佫无高贵。我相信有即种人，我相信嘛，佫有即种人，我著徛遮看看耶稣你偌敖。我佫较相信，有的人讲无好听，甚至真歹听的话伫中间，总是当即个囡仔愿意奉献。当上帝伫遮祝福，当耶稣伫遮分的时阵，人看见神业发生了后，产生一个转化。受转化的人，人看见即群受转化的人，因正做一个拄着神业的人，佮享受神业的人，体会神业会有福气的人。我伫1995年按台南新人院毕业。毕业的时阵，我就去参加抽签。我迄届有几个特别，第一个特别，最后一届查某囡仔毋免抽签。以前查某囡仔拢毋免抽签嘛，吼，即个拢爱抽签嘛。我迄届最后一届，我迄班的同学拢足听我，所以甲我讲啊，你茫去抽签啦，你着较紧去找一间教会。所以同学足侪人足积极甲我介绍教会、介绍机构，毋过我心内拢袂平安。我就决定去抽签，去抽签吼，这总会拢会制作紧张啊！我感觉总会制作安怎紧张？抽签就抽一遍就好啊，对无？吼，抽爱抽2遍，第一遍抽号码，第二遍才照号码去抽你要去的所在。啊，为什么无爱一遍抽，啊要抽2遍？我嘛想无吼，所以我感觉伊制作紧张啊，这是我的想法啦吼，绝对有伊的心意啦吼啊，所以啊，阮就去抽，我抽到17号，啊，我咧班就足紧张。哎哟，阿卡，你抽到17号，啊，万一吼，你也去抽到平湖是要安怎？我迄届有一支签，平湖的好济签，好济哦，所以大家人拢足惊呀吼，啊，要安怎？哦，我抽到17号，要安怎？吼，我17号就17号啊，阮迄班有一个同学抽到1号。哦，伊足欢喜的。啊卡，我抽到1号，我想讲伊抽到1要甲我，伊听我嘛吼，要甲我换吼。我想讲安尼无啦，这个时阵爱随人过性命，其实是袂使换啦吼。所以伊讲啊，你看我抽到1号啊，上好的拢阮抽去啊，你17号要啦。我想讲啊，圣经甲讲吼，啊，轻放在怀里，定事由耶和华吼。啊，所以就看耶和华安怎来定事吼。阮这个1号的同学真欢喜，按头前，按后壁行来到头前，第一个抽，笑眯眯笑甲呢吼，在场的人大家拢看着，吼笑眯眯，伊就抽起来，高雄中会，高雄中会袂歹，奇怪，这支签人要嘛抽，咱抽拢抽中会，无抽教会啦，啊，我伫哪来的，就是嘉义中会，拢抽中会。奇怪，这支签来长长啊，那个也袂煞，继续转，高雄中会好济教会，哇！所有的人拢拍扑啊，签王去用抽去，后壁的人起来抽签拢会吹口哨啊吼，啊，就是安尼，啊，我抽来拿来教会，我想讲吼，拿来是一个足袂歹的所在，为什么足袂歹？我收到的派令是甲我讲吼，你爱去嘉义中会的。拿来教会报道，拿来我毋捌去过，啊，毋过我知阮同学伫遐，吼，志宏牧师，啊，所以我就想讲，这派令内底写台南县白河镇板头里，所以应该真老热白河镇啊，毋是白河乡啊，板头里毋是板头村，所以应该真老热，所以我就足放心，阮哥哥就载我来啊，吼。好，这是我毕业的照片吼。阮哥哥就载我来到白河镇找教会。哇，今仔看到一间足大间的教会，啊，阮哥哥就足欢喜。哇，你的教会有够好，有够大间的啦！这间教会当甲住到退休无问题。我想讲，嘛袂歹吼，这边啊，逐项生活机能拢真好。阮哥哥足欢喜，甲油门踩下去，哽，就走到门口口。咱刚看有这间教会。白河教会，毋是林子内教会。啊，到底林子内教会是伫对？
哇，问足侪人，问毋知影林子内教会伫对，问一步了后，4、5个拢毋知。问到最后一个阿伯啊，甲我讲：“小姐有可能按遮行？你按遮甲行，有路甲行，甲无路就到。”哇！你会头壳昏去咧？会哦。哇！这条路有路甲行，甲无路，啊是要行偌久才无路。阮哥哥吼一开始佫欢欢喜喜，然后一直开一直开，阮哥哥就足替我烦恼，食到抽，食到抽，抽来甲遮，看你要安怎转去。我其实我心内足艰苦啊吼，爱得一直开一直开，拄着车要小心，佫闪袂过。哇！阮哥哥佫愈毋甘，你看啦。抽较济，看你后摆要哪转去啊？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我想讲，啊，咱还袂到，咱还袂到，哇，要到啊！到什么所在？到蒙阿波。蒙阿波内底佫有人敢住，阮二嫂就佫插入来啊。蒙阿波内底佫有人住，我都毋相信有人敢住蒙阿波内底。哇！入来甲这个蒙阿波内底，真正是一个足庄脚、足庄脚的所在。我甲看伊好亲像30当前的一个社区，遮比偏乡佫较偏乡。这个所在无公车，无超级市场，头拄仔白河水饺已经无去啊，邮局嘛无去啊。这个所在敢若有老人甲囡仔，然后这囡仔人家讲伊要较紧大汉要去做台北人，这是教会。啊边仔细细间迄是牧师馆，牧师馆的边仔有2间水疗教室。所以来到遮了后，我开始想讲，哇惨啊！啊，这个所在是要哪牧会？哦，啊，拢老人，老人讲伊伫遮等死的，囡仔人家讲伊要去做台北人，啊，佫无少年人，安尼我到底是要伫遮安怎？哦，所以伫迄个中间有足侪甲上帝对话，问上帝要安怎？中会看即间教会做软正的教会，中会嘛看即间教会。可能有一天爱关门，因为伊无马路，无人会搬去来遮住。中会可能拍算这个所在有一天会关门，所以派一个查某囡仔去袂要紧啦。反正查某囡仔带袂牢，吼，带到地拢是2档就会走，吼啊，所以派来遮袂要紧。我毋知吼，我是安尼想。总是咱爱知影上帝的想法是安怎，上帝的拍算是安怎，上帝的旨意是啥？咱拢看到困难，咱拢看到问题，咱拢用咱的经验得来评断一间教会，咱拢用咱的气力得来决定咱会当做啥，咱会当伫这个所在做啥。总是咱拢袂记得，咱是上帝派来的工人，咱应该问咱的头家：你爱我来伫遮做啥？所以我开始学习。我既然毋知影要安怎伫这个所在做啥，既然这个所在逐个人看做无可能的所在，那安尼我开始学习。上帝，你爱我伫遮做啥？面对困难的时阵，学习把眼光转倒转来到上帝面前，问上帝要安怎行下一步。虽然拿来教会有诶真少，拢老人甲囡仔，囡仔佮6个囡仔尔。所以我开始甲上帝问：那安尼，我要安怎来运用这些所有？谢谢。要安怎来运用这些所有？上帝你交代伫这个所在所有。上帝我看见，哇！拿来教会有一个真水的礼拜堂，真古典的礼拜堂，无输富强教会的礼拜堂。吼，我讲无输是讲气质，其他的方式特色无共款吼。这间教会遮尔啊古典，坐伫这个内底就闻着香味。伫遮吟诗就感动的一间教会，我相信上帝有伊的计划。上帝佮我看见这个所在，还佫有47个老大人，所以还佫有47个，还佫有6个囡仔。这6个囡仔，上帝讲啊，这6个囡仔，你着陪这6个囡仔大。我甲上帝讲，上帝啊，我逐项拢袂晓，遮上欠的着竖琴，因为做礼拜拢无人会晓弹琴，做礼拜无人会晓弹琴，着爱打唱。你知影打唱会安怎无？噪音，
对无？迄阵阮的教会还阁无麦克风，迄阵我的声也无甲到遮大声，当啊气，阁足畏小人，阁足歹势，拢毋敢讲大声。啊，所以会友啊走伊的时阵，啊我救袂倒来，啊要安怎？哇，我的心内就艰苦，啊就偷偷流目屎。我就甲上帝讲：上帝，这你的教会呢？哪会安尼？所以即6个囡仔，我讲哇，即6个囡仔会晓弹琴，毋知要偌好诶。啊，毋过就袂晓弹琴，家境嘛无好，啥物人要教伊弹琴？一天我拄啊听见一个囡仔，即个查甫的囡仔伫边仔乌迄个大汉迄个囡仔，经过因兜听到伊伫遐弹起步去，乌白当乌白当，啊我就甲问。啊！你是毋是足爱坐？伊讲足爱坐，啊，毋过都无人甲教。啊，你哪有迄阿哥买互我的？啊，无人甲你教，安尼要安怎？我讲啊，无你来，我甲你教。老师，你会弹琴哦？我讲老师会弹左手跟右手，但是老师不会2手合起来，所以你要帮老师把2手合起来。阮这个囡仔伊足爱。所以伊就来，啊，我就是那教伊倒手，教伊正手，教了我就讲好，过来1点钟你就爱甲合起来。那有可能1点钟合袂起来，毋过因为伊爱，所以伊就拼命练，拼命练。3个月我教伊3首圣诗，一个无基础囡仔教伊3首圣诗，伊会晓弹。做礼拜的时候就弹迄3首，弹互大家唱，大家人就感动甲。无人会晓弹，袂晓弹钢琴。这个囡仔竟然会，所以按迄天开始，迄个囡仔就会当逐工坐伫钢琴顶悬弹。所以伊下课第一项代志，甲书包放下来，就爱来教会报道。伊也5分钟无够，我就甲敲电话，啊，所以伊就爱来，啊，就伫遐弹。所以逐工安尼练，逐礼拜安尼服侍。这个囡仔大汉，5年的时阵，伊才开始摸钢琴。正开始，互一个袂晓弹钢琴的老师甲教。你想，这个囡仔会当安怎？真奇妙！当你愿意奉献你所为，上帝加倍祝福你。这个囡仔后来考台南新学院，吊车尾入来，总是伊真拍拼。咱的美娟老师教伊有对，所以真拍拼，真认真。毕业了后，伊阁去甲美国读。演奏摕到演奏的硕士，佮读指挥摕到指挥的博士。去年甲今年，伊拢有倒转来咱台南遮带这个诗班，带伊老师倒转来带这个诗班。我会记起去年甲先是伫长荣大学，今年甲先伫这个太平洋教会9月20，伊要倒转来甲台湾，重新伫这个所在开始有伊的工作。咱来为这个囡仔祈祷。所以上帝毋是爱咱有真济，才会当服侍伊。我都袂晓弹钢琴，嘛会当服侍伊呀，敢毋是？这个囡仔都5年才弹钢琴，伊嘛会当，只要愿意。咱看见上帝嘛，无一定爱咱用真高超的技术来服侍，伊爱咱用真单纯的听来陪伴这个囡仔大汉。头前的路，阮真正毋知影哪来教会会当安怎，是毋是会关门，或者是有机会得到新的祝福甲看见。总是阮相信。拢是上帝的掌权，哪来教会有上帝？咱富强教会有上帝，哪来教会嘛有缘有上帝？所以阮愿意慢慢啊等待上帝，互阮看见要开什么款的花，阮嘛愿意等待花开的时。咱看见经过21年了后，这6个囡仔大汉，2个月前我拜托因过来台南新学院门口口搁迄一张相，徛伫原来的位。这6个囡仔拢大汉，其中3个读台南新学院音乐系，因为哪来无人会晓弹琴，所以所有的囡仔拢赶来读音乐系。啊，这年有3个青年倒转来教会做专职的服侍。人看见这个囡仔愿意，传种的囡仔会当用啊。当咱也无愿意奉献的时阵，咱真正袂当用啊。总是传种的囡仔，如果咱也愿意奉献到上帝的时阵，上帝是加倍祝福。这个囡仔因的成长过程真辛苦，总是因领受到足侪上帝的恩典。这是第2批的囡仔，第2批的囡仔开始有囡仔讲伊要读新学院，一个囡仔咱看见已经新学院毕业，这是咱的长老的后生的同学，伊叫周辉，伫今年7月
毕业了后倒转来拿来教会做传道。伊要转来，伊真巧，伊讲吼，牧师少年就来遮，所以找无翁通好嫁，所以我袂使安尼，我一定要先找一个某，我才会当转来。所以就伫新郎爷先找一个某吼，就转来拿来，两个这样一直教会做传道，真认真地学习要安怎服侍，请恁为因祈祷。第三辈的囡仔，新住民的囡仔，慢慢在大汉。这新住民的囡仔大汉了后，真做教会真好的同工，因斗参与伫夏令营，嘛斗参与伫周末营做小老师，因个做伙来服侍，伫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咱看见因做伙训练，做伙参与夏令营的同工，逐冬的夏令营拢是拿来教会大代志，因着请假的请假，就转来拿来教会做伙服侍伫迄中间。阮嘛看见上帝爱阮伫社区的中间，迄条有路行甲无路，迄条不归路的顶悬，奉献5块饼2尾鱼。所以阮开始种树啊，因为即条路已经被拓宽，所以安尼开始种树啊伫遐。经过10冬后，才树啊大长，所以才会咱来去拿来，咱看见一排真水的枫树，其实是因为有人愿意奉献5块饼2尾鱼伫迄中间。13冬前，上帝呼召拿来教会。去做灵修院，阮知影这是一个无可能的任务。总是伫迄个中间，阮看见这个任务其实是上帝伫1983年就已经甲一个老牧师启示。老牧师倒转来到这个所在，找到伊的故乡大坪顶，上帝甲伊启示迄个所在。伊想要来完成这项代志，总是做真济努力甲祈祷，3冬了无法度完成。上帝甲伊讲。这个事的确要成，总是毋是这个时刻，所以就倒转去屏东牧会。经过23冬了后，上帝重新启示拿来教会。阮知这无简单的一条路，阮嘛知影这用拿来教会开力来讲，这是无可能。总是阮搁较知的是，义上是上帝互咱的无价之宝。阮搁较知影的是，义上是上帝互咱上神圣的一个托付。用经验、用智慧、用能力来讲，咱无可能。总是伫咱以外咧，伫经验、伫智慧、伫开力以外咧，咱望袂其实有上帝。咱是上帝的囝儿，毋是我靠经验在做代志，毋是我靠智慧、开力在做代志。这个拢真要紧，总是这个拢基础。咱是我靠上帝在做代志，所以上帝慢慢互阮了解这个了后，阮真勇敢来甲上帝回应。好。上帝，如果若是安尼，阮愿意献身来实践这个意向。请你互阮有信心，嘛请你互阮有开力，佮请你互阮有同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咱知影吼，这桥啊出去就出去吼，过年过节转来，过年过节调节这转来吼，咱佮拍招呼，这个迄个就老狗去，总是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上帝互拿来桥按南甲北做伙团结起来。我去北部，北部的拿来桥就组织做伙服侍；我落来南部，南部的拿来桥就做伙组织。甚至北部知影南部的桥较少，因拢安排假期落来做伙来服侍。阮今仔日有一对阿某，因住伫邦桥，因着调工安排今仔日转来要做伙来服侍，所以。还有一对也是住伫中华，因着退休，因着倒转来教会斗3工，特别若要出去，因着开车着款这义卖物件。所以上帝真正兴起一根同工。所以伫2007年开始买土地，开始整理，伫这个买土地整理的过程，足侪人感笑，恁咧做戆代志。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亲像哪阿在做大船共款，凭恁拿来教会，遮少人，厝边隔壁嘛会笑，哎哟，都无3只猫仔，哪有法度？所以我讲是啊，真正无法度啊。所以咱啥物拢无啊，咱有一项袂使无，信心袂使无，咱一定要有信心。
所以上帝互阮看见这个所在要将来要成做青草地，所以阮就带囡仔、带老人做伙伫遐整理。囡仔甲讲老师啊，这当时才会变做青草地。我讲我嘛毋知，咱就一步一步做。经过5冬、3冬、5冬、7冬了后，才若变做青草地。上帝伫迄个中间，毋是爱咱一下就安怎？上帝伫通过迄个咱愿意的中间，伫训练咱。嘛，通过咱愿意的中间，伊伫束缚咱。所以上帝佫兴起真济，即有经验的人做伙组织来讨论即项代志，要安怎来计划，要安怎来参与，要安怎来设计课程，要安怎来写即个灵修的资料。上帝兴起真济人来斗相共即个事，上帝嘛兴起用着手做伙来参与，所以线上因走倒来甲阮做伙同工。阮甲伊讲，阮敢若有2500万，请你甲阮斗相共。啊，毋过阮有一个期待，当阮纳袂出钱的时候，希望你会当甲阮继续去。你想敢有可能？用着手无可能嘛吼，总是上帝就互即个用着手愿意。伫阮纳袂出钱的时阵，伊无甲阮讲停工，伊照进度继续去。阮欠伊2个月的时阵，伊敢若敲一通电话，牧师，大概过偌久，你还有一个拍算就好。咱看见上帝咧兴起呢，阮要设计的时阵无钱通去设计。阮甲上帝讲，上帝你经你要爱的人来设计，上帝就真啊经伊要爱的人来设计。你也知影哪来教会灵修营地是啥物人设计？长城建筑师，上帝就真啊感动伊，感动伊来。伊讲我奉献，我的设计费就完全奉献。来参与这个工，咱看见上帝真啊知影哪来教会无，总是伊就兴起足侪人，正做同工来做这项事。所以伫旧年，阮开始同工，开始祈祷，开始起造，一站楼一站楼了了咧起，这样是已经所有的外观拢完成，拢起好势，开始咧做作。最近开始整理，开始整绿化，准备要送验收。验收了后，开始搁内部的制作。阮期待伫11月甲12月中间会当完成。那开始来试办这灵修的这课程、这活动，互侪侪人来做伙来参与。这个灵修院有啥物款的目的？其实阮对上帝领受的是，耶稣是逐工拢咧灵修，拄着困难咧灵修，透早透暗咧灵修，咧问上帝。咧甲上帝重新对焦，总是咱暂时想无闲，咱拢袂记即甲上帝对焦，咱拢甲上帝讲，上帝我要爱啥，我要爱啥，我要爱啥，咱袂记去问上帝啊，上帝你要爱我做啥？所以期待这个灵修营地是互咱倒转来甲学习耶稣的灵修的生命，嘛期待这个灵修营地当重新起造，咱搁较深灵修的生活甲生命。咱提供互牧师、互这新学生、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有一个重新来探讨咱生命，重新来起造咱的信仰，来追寻上帝心意，来实践咱信仰的一个所在。这是咱的心灵的故乡。所以感谢咱福强教会，叫咱拿来教会来到遮，伫遮分享这个异象，伫遮做伙预备。嘛要邀请咱做伙来参与这个圣工，奉献咱的5块饼2尾鱼，互咱用咱单纯的心来奉献，用咱积极的心来奉献时，互咱就有机会参与上帝这个大的事业甲祝福伫这个时间。咱最后来看一个6分钟的影片，帮我转换一个6分钟的影片。这是拿来装的空照图。
开始来，哪懂哪有变化。是第三代就我记得小时候说牧师就说要把电打掉，就是让天然开放这个出现，让每个邻居都可以来到教会。后来发现在老人开始，你对特别生命开始有一寡使我是讲哎呀，这边上帝的这几年内底，现在我的应该是上好，所以就邀请你来讲来规个钟头老人囡仔逐项大大细细代志。所以就在社会我搞新闻，我来听你意见。就我相信上帝是要祝福基督徒，上帝嘛要祝福所有遮个人。牧师就特别的让我们去说就是觉得可以让牧师就每个礼拜看看，就是在那当中听到神。拜过的保姆各有班，这各有班的囡仔刚好来写小朋友有在少年的，这个真济，所以我应该看我们爸爸妈妈们在比较好学，尤其是地方这个困难，到时候嘛无几个困难，因为这里是担心有在小朋友，所以很开放，其他的只要有可能6号上面就去接孩子，中午按点播还是点播，点播跟不点播就是对。就在那平凡各方面的人才，尊比这种的社会人。就是我个人认为我会是个人认为我天地，就是我觉得个人认为认同是我的价值，因为是我教会，所以我会去入。1983年的时阵有一个拿来去国外做的老师，伊讲伊得到意向，伫咱社会顶有年轻名字，拢是无关系的，我甲即个讲会列起来了，从一本细细本的这乌色的日记本给我，我一拍开第一页就写1983年8月，上帝被树立在大地顶顶端。我愈看愈做愈悬，哇！上帝好奇妙，这是上帝的名字。所以一种很不一样，对于拿来教会来讲，那是天文数字。你短时间我做完了，所以大家都不明白，我这个一个很清楚的生涯中，你也管得上。我当然管得了，我现在呢，我会亲自到来。你也管得上。我要编撰有福气的人来参与这项事工，你要管得上？对吼，这是上帝事工来，我咧管得上。所以我就上帝讲好，上帝后期来开始吼，我为着是来管得，我敢若做我会当做的，我会当跳一头就跳一头，我会当翻跑我就翻跑，这个是吼，我管得袂来，教会嘛管得袂来。这个我来讲，开始告诉上帝，你来处理开始上帝咧得书。只要咱会当愿意以热心去服侍去参与，咱会当。咱无法度的，上帝拢知影，咱无法度上帝就会甲咱处理。伊来做这个书，希望你好劳动。我相信上帝伊嘛共款要根据有福气的人，做伙来参与这个灵性啊的时间，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当来这所在来感受上帝这所在所做工，当你来了有感动的时阵，咱是欢喜，邀请咱嘛当做伙来参与这是祝福的一个工作，祝福这所在，这所在祝福大家。这是要入去咱的灵修会馆的一个空照图，咱看见白白迄个建筑物，就是咱的灵修会馆吼，一个真优美的一个所在，真安静的一个所在，真适合灵修。伫迄个所在安静，
甲上帝问上帝，你爱我做啥物的一个所在。所以邀请咱有缘，咱我一个咱就来到遐咱一个人去遐祈祷，一个人去遐散步，一个人去遐听上帝的声，互上帝引带咱的生命，互咱毋是用经验、智慧、能力来跑走咱生命的路途，是用上帝的心意来跑走，互咱正做一个单纯、愿意积极来回应上帝、顺服伫上帝人。伫咱富强教会，这事工的顶悬，伫咱富强教会上帝所交代咱的义上使命的顶悬，互咱拢正做一个单纯、愿意顺服、积极来参与，无过互咱的经验、能力、咱的智慧来正做半下照，是要互这个经验、智慧、能力正做咱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跳板。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上帝，感谢你伫阮的生命的中间来竞选阮，互阮有福气，通参与你济济的事业，互阮有福气，通参与上帝你的圣工，甲你做同工，看见上帝你的祝福，也互上帝你来训练，搁上帝你来更新。主，愿恳求你祝福阮，祝福哪来教会，搁较祝福富强教会。你互富强教会徛起伫这个所在，继续传福音，继续做见证，继续领受对上帝你遐来意向，互阮无惊吓，无烦恼，互阮知伫阮的气力以外，伫阮的能力以外，阮有一个大权能的上帝，有一个满有气力的上帝。主啊，阮将阮交伫你的手，互你来使用。阮安尼恳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